这是一本经典的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海上搏斗的故事。该书改编自真实故事，剧情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古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他已经有84天没有钓到一条鱼，被其他渔夫视为倒霉的老头。他只有一个叫马诺林的小男孩作为朋友，他曾经是圣地亚哥的学徒，但后来被他的父母强迫换了另一艘船，因为他们认为圣地亚哥是个不走运的老人。马诺林虽然不能和圣地亚哥一起出海，但仍然很尊敬和喜欢他，经常去和他聊天，并帮他收拾渔具。在第85天，圣地亚哥决定去渔夫们从未去过的深海去打鱼，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勇气。他独自驾着一艘小船，带着一些鱼饵和渔具出发了。在海上，他钓到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但他并没有轻易上钩，而是拖着小船向远方游去。圣地亚哥知道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鱼，也是他最后的机会，于是他决定和他进行一场生死搏斗。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承受着手指被鱼线割破的痛苦，坚持着不放松鱼线。他和鱼的斗争持续了2天2夜，期间他没有吃也没有喝，只靠自己的意志和信念支撑着。他还要面对鲨鱼的袭击，海上的风浪，以及自己的孤独和疲惫。他在心里和鱼对话，既敬佩他的美丽和力量，又恨他的顽强和残忍。他认为鱼是他的对手，也是他的朋友，他必须杀死他，但也爱着他。在第3天的下午，圣地亚哥终于看到了鱼的全貌，它比小船还要长，闪着金色和紫色的光芒。他用鱼叉刺中了鱼的心脏，结束了这场艰苦的战斗。他把鱼绑在小船的一侧，准备返回岸上。他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喜悦，他觉得自己已经战胜了自然，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甚至希望有人能看到他的壮举，尤其是马诺林。然而，圣地亚哥的磨难并没有结束，他的鲜血和鱼的血液吸引了许多鲨鱼前来攻击。圣地亚哥拿起桨和刀，勇敢地抵抗着，但他无法阻止鲨鱼撕咬他心爱的鱼。他杀死了几十条鲨鱼，但也失去了他的武器和渔具，最后只剩下一根钩子和一根绳子。他感到悲哀和愤怒，他觉得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他的胜利变成了失败。他对鲨鱼和命运咒骂着，但也没有放弃希望。他继续驾着小船向岸边前进。当天晚上，圣地亚哥终于回到了渔村，但他已经精疲力尽，几乎没有意识。他把小船拖上沙滩，留下了一条鱼的骨架，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回了自己的小屋。他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第二天早上，渔村的人们惊讶地发现了鱼的骨架，他们都赞叹圣地亚哥的伟大和不幸，有些人甚至哭了。他们测量了鱼的长度，发现它有5米40公分，打破了当地的记录。马诺林来到了圣地亚哥的小屋，看到他还在沉睡，流下了眼泪。他把一些食物和饮料放在他的床边，然后坐在他身旁，等待他醒来。他发誓要永远跟随圣地亚哥，再也不离开他。圣地亚哥在梦中梦见了他年轻时的情景。他在非洲的海滩上看到了狮子。老人与海，它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生与死、胜与败、爱与尊敬的小说。它展示了圣地亚哥的坚强和勇敢，他不畏艰难，不屈不挠，追求自己的理想。它也反映了海明威的人生观。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不断的斗争，即使失败了，也要保持尊严和荣誉，永不放弃。这本书曾经获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希望我的解读能让你对这本书有更深的了解。谢谢你的聆听。